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書係卡內基嘅《寫給女人的一生魅力計劃》。第一章，善於溝通嘅女人如魚得水。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呢，男人女人都啱嘅呢本書。咁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開始。作者認為呢，識得溝通，除咗會令你人緣好啲之外，對事業都好有幫助㗎喎。有研究顯示，識得溝通嘅女人會有以下嘅特徵，例如係識得聆聽啦，尊重人哋嘅私隱啦，唔會過分謙虛，做錯嘢會認而且真誠咁道歉，唔會為自己嘅不當行為揾藉口，唔會刻意去討好人，珍惜自己同人哋嘅時間。咁唔識溝通嘅女人又係點嘅呢？包括有唔識尊重人啦，過分自我中心，睇功利睇得好重，成日都好依賴人，妒忌心重，自卑、偏激、內向唔合群，對人充滿敵意等等。我哋喺日常生活咧，溝通主要可能都係透過講嘢啦。咁如果你學識語言藝術，自然就有好人緣，更容易成功啦。作者喺度舉咗個例子，佢話佢有個朋友，性格係屬於內向嗰隻，唔係咁中意講嘢。但係如果有人問佢意見呢，佢硬係會激親人㗎喎。有一次，有個女同事着咗件好鮮色嘅衫，個個都話好靚啊，好襯你之類咁嘅說話。點知佢就直接講，件衫着到你好肥呀，而且你咁嘅年紀唔啱着咁鮮色咯。呢番咁直嘅說話一講出口，當事人梗係嬲到爆啦。而其他本身係讚嘅人都覺得好老尷，因為其實佢都講啱咗一半噶。個女同事真係生得有啲大隻，而且年紀都唔細。自此之後，冇人夠膽再問佢意見，個個都排擠佢。但呢個同事一啲都唔覺得係個問題，繼續乜都照直講，所以到而家幾乎冇人肯再睬佢。無論係返工定係同人日常相處，都唔好完全唔修飾咁去講人哋嘅唔啱。呢個世界邊有完美嘅人㗎？個個都有缺點㗎啦。當你去直接話人錯嗰陣，不妨都諗下，其實自己係咪有時都會做錯嘢呢？講嘢嗰陣，適當咁有所保留，俾翻啲面人，人哋都會中意你多啲啦。第二個例子，Joey 喺紐約一間計算機公司度做程序員。有一次，佢老細俾咗樣好難嘅 job 俾佢做，而且講到明呢單 job 其實真係難嘅。如果你冇把握，我就揾第二個。咁 Joey 咩反應呢？佢又冇話反台大嗌，難做咪唔好做咯，而係選擇咬住頭皮去一試。盡管佢覺得佢未必搞得掂，因為佢覺得公司咁多人唔揾，偏偏揀我，咁即係睇得起我啦。結果係點呢？就係唔夠時間，俾人鬧餐飽兼扣人工咯。咁 Joey 係點諗呢？佢又嬲又委屈，佢覺得單 job 咁難做都做唔掂，都好正常啫。我又唔係冇盡力做，做唔晒都唔應該怪我咯。老闆真係衰，得咁少時間要我做啲咁難嘅嘢，明知我唔得都要我做，做唔掂就扣人工。Joey 係咁同佢啲同事呻，冇幾耐有單新 job。好彩 Joey 今次順利完成，但係高興不過3秒，老細又掉咗一單更難嘅 job 俾佢，仲同佢講，喺公司我係你老細，你一係就做，一係就唔做，唔好怨。如果你今次做唔掂，你都係搵過份工啦。Joey 佢點揀呢？佢揀咗 resign。會唔會好戥 Joey 唔抵啊？但我哋換個角度諗，第一份 job，你明知自己做唔嚟，就應該做出聲啦。抱住僥倖心態，諗住神蹟會好似耶穌復活咁離奇出現，本身就係個問題。所以遇到呢啲情況，我哋一定要主動同人溝通，而唔係英雄主義，冇把握咬住頭皮去做件事，除咗冇幫助，人對你嘅印象都唔會好。識溝通呢，真係好重要。如果你運用得好，你會發現其實你都幾受人歡迎㗎喎。而且當你遇到難題，其他人都會好願意去幫你，你嘅生活都會更順心。作者認為，一個女人嘅社交活動越多，佢喺社會嘅成功率都會越高。識多啲朋友，令佢哋願意幫你，咁你自然會成功啦。
當你 build up 咗一個良好嘅關係網之後，仲要用心經營㗎喎。喺日常生活，我哋點樣經營呢個關係網呢？作者俾咗以下幾個方法：一、保持聯繫 ，keep 住有 contact 嘅，要 keep 住揾嘅，唔好有事先去揾人。你諗下，如果你個 friend 好日都唔揾你，一揾你就問你借錢，或者叫你買份保險，你會唔會有一種覺得你當我係咩啊咁嘅感覺啊？咁你就冇咗個朋友噶啦。第二，感情投資，即係利益之外，再多一層情感嘅溝通，得閒關心下佢呀，發個短信問下佢天氣凍啊，有冇着夠衫啊？呢排流感好勁喎，保重身體呀。真心又好，假意又好，總之令對方覺得你真心，你真係愛佢嘅，咁你有事佢都會願意幫你啦。三、調整關係網，呢一 part 我戴翻個頭盔。因為呢一段呢，其實我睇咗好耐都唔係好明佢意思。我估大概係講呢，隨住你返咩工或者做咩部門，去認識返一啲可以幫到你嘅朋友，令到你嘅朋友圈一直咁樣溫落去。最後係換位思考，識得企喺人哋嘅立場去理解對方嘅感受，用平常心去睇得失。唔好因為自己嘅情緒變化影響人際關係，例如唔好因為琴晚同老公鬧交啊，個仔唔聽話，返到公司對住人黑口黑面，將身邊嘅人當成自己嘅去照顧。只有通過互換角色，你先會善解人意咁，急他人之急，痛他人之痛。我係無與倫比，我哋下集再見。